你好啊，看到你提到香葉天竺葵精煉原油，又稱玫瑰天竺葵精油 Geranium Essential Oil， 這是一種很受歡迎的植物精油，香氣優雅，應用範圍廣泛，不止在芳療界受歡迎，在中醫的角度來看，它也是一味具有調氣疏肝活血之效的好幫手哦。讓我用危海下中醫理論來幫你解讀一下這個植物精油的精髓吧。一、香葉天竺葵的中醫屬性解釋。雖然天竺葵並非傳統中醫藥材，但我們可以根據它的性味與功效來對應中醫五行理論和經絡歸屬。性味：辛甘、微溫。歸經：肝脾心經。功效：理氣解鬱活血調經收斂止血安神寧心。這些特性與中醫的疏肝解鬱調經止痛非常契合。倪海夏老師曾強調，情志問題是萬病之源，尤其是女性的月經不調、乳腺問題甚至乳癌，常與肝氣鬱結氣滯血瘀有關。而香葉天竺葵的特性就是行氣活血調經止痛安神解鬱，非常適合現代壓力大、情緒波動大的朋友。二、對應倪師理論的應用方向：疏肝解鬱安定情緒。對於肝氣鬱結型情緒困擾，如煩躁、憂鬱、胸悶、經前情緒波動大等，香葉天竺葵精油可作為芳香療法使用，配合倪師常用的柴胡香、附川芎等中藥內服，內外兼治，效果更佳。調經止痛活血驅瘀，適合用於經前預防脹痛、月經失調、痛經等症狀，可配合使用逍遙散血苦竹魚湯等倪師常用調肝和血方劑，再以精油外敷按摩，效果更棒。美膚收斂淡化斑點。天竺葵具有收斂效果，對於皮膚鬆弛、毛孔粗大、輕微色素沉澱等，有潤膚亮膚的輔助作用。這與倪師強調從內調脾胃、從外養肌膚的觀念一致，真正助眠安神養心。若有失眠、心神不寧、壓力大等問題，可搭配使用酸棗仁湯、天王保心丹等安神方，再以香葉天竺葵做晚間香薰，有助於放鬆情緒、提升睡眠品質。三、日常使用建議：香薰法，在香薰機中滴入35滴精油，有效舒緩壓力，提升情緒，特別是女性經期前後效果明顯。熱敷按摩法，加入基底猶如甜杏仁油和荷巴油，以2%濃度稀釋後，按摩腹部、胸部、肩頸，疏肝理氣、活血化瘀。泡澡法，加入5滴精油於溫熱浴缸中泡澡，對於改善氣機不暢、經前症候群、情緒壓力有很大幫助。4、使用注意事項：懷孕前3個月避免使用。雖然香葉天竺葵有安胎的潛力，但仍需謹慎。屬於新香走轉之品，陰虛火旺體質如容易口乾舌紅、小苔失眠多夢者應酌量使用。精油不可直接塗抹於皮膚，應先用基底油稀釋。淘寶選購建議：搜尋關鍵字香葉天竺葵精油純天然 Geranium 精油有機芳療級天竺葵精油。選擇時請注意，選擇100%純植物萃取無香精添加的品牌。玻璃瓶避光包裝，保存效果佳。總結一下，香葉天竺葵精煉原油是一款非常適合現代人，尤其是女性朋友日常養生的小幫手。從倪海夏老師的中醫理論來看，它在疏肝理氣、活血調經、安神解鬱方面發揮着溫和卻有效的輔助作用。只要根據體質適當使用，就能讓你情緒更穩定、氣息更紅潤、生活更自在哦。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自己的體質適不適合用這款精油，我也可以幫你簡單辨證，我們一起用中醫的智慧，讓生活更輕鬆愉快。祝你每天都香香的，心情美麗，身體健康。